有唔少朋友同我講，溫生，《論語》好深㗎，我讀唔明㗎。咁我想同大家講嘅，其實《論語》並不是你想象中咁深奧嘅。雖然你以為大家未讀過《論語》，但係其實喺而家我哋日常生活裏邊，我哋都已經用緊好多《論語》嘅句子，譬如三人行，必有我師焉；譬如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；譬如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；譬如任重而道遠；譬如既往不咎；譬如聽其言而觀其行。呢啲冚唪唥都係我哋而家耳熟能詳、日常都已經用緊嘅句子，而我哋都覺得呢啲句子非常有智慧，係可以指導我哋生命裏邊嘅行為標準。頭先講嘅句子，通通係《論語》嘅句子，所以其實《論語》同我哋本來就已經係非常之密切嘅關係。而佢句子亦都唔係話我哋想象中咁艱辛，好平實嘅。我哋覺得難，一個係最重要原因，因為喺現代社會嚟講，我哋係生活喺一個中國傳統文化一個大概100年嘅斷層裏邊成長，所以就冇乜機會去有系統咁接觸到呢啲咁精彩嘅經典文化。所以覺得佢好深。如果你有機會去接觸佢，我哋就將會發覺，原來佢係非常之平實，但係充滿智慧。而家好多嘅理念，許多嘅智慧已經喺我哋日常喺呢個血液裏邊流傳咗噶啦，係我哋生活一部分嚟噶啦。我哋頭先講嘅一隻小小嘅例子。《論語》大概有500句子，每一句都可以好精彩。我哋大家一齊去學習溫習《論語》，然之後一齊去吸收佢嘅營養，吸收佢嘅智慧，提升我哋嘅生命質素。我哋一齊嚟做《論語》溫習。